大家好，我是高文，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更加衫裤爱好看，除了布料爱好，版型大爱好，颜色也真重要哦。不过在100多年前，我们老祖先的时节，颜色都无咁简单的哦。谈讲睇美容，有一个南洋的工艺，以前冇黑的，更加呢有一个先生提做复兴。到底南洋的工艺係乜嘅呢？佢又有乜嘅故事呢？今日我哋請歡喜邀請到美濃南洋工坊嘅楊才興楊大哥來到現場，同大家來介紹一個冇係1900多年以前嘅南洋工藝。來，歡迎楊大哥。主持人好，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美濃南洋工坊嘅楊才興。楊大哥，歡迎。楊大哥，我想講啊，除了我以外啊，除了其他人，應該大部分都唔知啊講南洋工藝係乜嘅，唔可以同大家來介紹一下南洋工藝做乜嘅，或者美容，佢又係乜嘅工藝呢？南洋嘅東西嗬，係你講係客家人嘅祖先啊，像佢做南衫啊，做南衫當然要用南洋喎。以前咧，係你南部六隊長啊，做南衫。跟那個南洋最大嘅地方，尤其清朝時代嘅時節，對佢哋美濃都係見喺啲竹頭杯、鋼線裝，總理府而行過幾條小路，有2、3個專門睇嘅工坊，差唔多工業時代開始咧，因為化學染料出來。一個東西啊都沒落去咧。後背因為化學嘅染料開始誒，都冇去咧。同埋個化學嘅染料開始之後，人哋美濃嘅人都冇去咧。一個原因第一都1887年一個化學染料出來，唔單止打到美濃嘅一個南洋，全世界嘅一個傳統嘅工藝南洋嘅部分啊，全部會咩係？因為啲而便宜咩，大量合成嘅染料特別簡單。係你一度做農嘅，做傳統嘅嘅染料出來啊，而可以耕種，可以輸生，可以打藍，可以製出一個染料出來，一個功夫大蠻多，成本啊都比唔過人，農民佢簡單係種一個東西，賺唔到錢，佢都唔會種嘅。賺唔到是蠻行嘅，尤其係你。台灣一個地方，又係有風采啦，下邊有乜嘅一擺來台風，吹啊槍槍，冇輸生，所以再加上呢，日本人當時來到台灣過後啊，亦都對美濃啊引進一個引入，嗰多年咯，一個引入對美濃種嘅輸生改好，也經濟價值比嗰個，全部都改種引入，所以一個東西都。經過2、3代人都消失起嚟，都咩起嚟？我哋想講喺本意咧嘅人哋，現代嚟講嗰種市場機制，佢都本淘汰嘅，嗰種。喺乜嘅機會之下，我想到嚟復興一個南洋嘅工藝咧，佢應該冇係清朝嘅啊，我想到去嚟復興一個呢。一個可能天公爺一步一步安排我嚟做一行。因為我教書對老輩12年前我跟我本娘我教嘅，跳過來美濃，想講啊，為係客家後生嚟做一些貢獻啦。過來過後呢，我開始嘅時節啊，都對推廣客家話跟客家山歌，結果童謠啊，一度做一行啊。一行呢，當時我過來嘅時節係嗰度。剛係強逼嘅現象都去做，有一擺機會呢，我都帶咗4年嘅學校去參觀台灣工藝研究所，我去到啲南洋嘅啲地方啊，我都看到嘅文獻講啊，美濃以前係呢清朝時代係呢台灣專門重要一啲南洋嘅地方，我因為完全冇一個想法，
奇怪，我很细都睇有唔啲一个东西。真是。结果因为小息改叫嘛，结果我过来都查下的地方之嘅文献，查到发现讲真是很美浓，很当时清朝时代生产南部最大的生产一个染料最大嘅地方。所以我都兴起一个念头讲，咁也既然係啲傳統文化一部分，又冇人哋做，我都跟我教嘅呢兩沙都想講啊，咁係嚟做一塊冇人做嘅，嚟相同為係客家文化做一啲貢獻。當時都按你想法，係都開始投入一個南洋嘅研究啦。最頭下本來想講，對語言啊嗰樣嘅一種開始，平常生活也做得到嘅。結果後尾都好有看到一個染料嘅文獻資料，能相當來轉變來做一個工藝嘛。能做一個工藝復興啊，能有多乜嘅困難冇？因為小說一個工藝小說研究嘅，能我自家來做，應該冇乜嘅資料本能學吧。至於文獻咧，我哋都有講到文獻。其實我當時跟我只想啊咁咪簡單啦，想啊，反正有書可看，凡事都請來做。其實開始耕種做下去時間，人比較困難重重。天呢，我哋唔係耕田嘅料啦，從10多歲都出去讀書，出來教書，教嘅幾10年。存到40公歲過來，老人家過身咧，做一個開始種嘅時間，我第一擺發2000人頭苗嘅，冇上班頭，冇上班頭，全部冇係你哦。第二擺又再發過，發嚟幾百頭，生嘅種一田嗬，又讀到風采，所以講也一步一步過來嗬，其實照書來看。冇一天驚，冇一天錯嘅，因為嗰度文獻頭擺人記錄啊，唔係講佢全，而寫到嘅甚至係能有錯，有唔錯嘅地方，係能照你做唔錯，所以十多年來係能一步一步咁樣，從唔錯失敗修正，失敗修正，失敗修正，一步一步做啊都見，都成功，嘛經過嗰度嘅艱苦啦，嗰度嘅困難。上也係啊，唔過用睇講我想請問一下，年種嘅東西，種嘅原料有冇？佢係乜嘅啊？按照木蘭。木蘭咧，對於南部有一種田是濕熱嘅地方，係你頭擺之前都種一種。北部嘅天氣啊，個冇安尼咧，冇安太熱頭，所以人種以馬蘭嗰度。所以南部跟北部染料嘅人哋生產咧，其實有冇相同。唔過木蘭同馬蘭佢一兩種嘅色冇共用嗎？有冇共用？冇共用。有18茶相同藍色啦。其實全世界做染料嘅有4種，各有名嘅植物，係你南部嘅叫做木蘭，北部嘅馬蘭，日本嘅叫做應講鹿蘭啊。鹿蘭。嗰個十字花科嘅。歐洲基本都用松蘭嗰度，其實有4種植物咧，冇相同嘅殼片，而相同咗嚟做染料，做出嚟色成就18茶，係能馬蘭飲出嚟水嗰種海水嘅暗沉啦，個沉面，係能木蘭咧飲出嚟嗰種幾種，係能啲天空嘅色成，個淺，個青，個有18帶有金屬嘅。講真，可能個優勢咧，個定型上啊。其實我感覺，個人感覺木蘭比馬蘭個強啦。歐洲人嘛，個好一種木蘭嘅色素。唔講除了種一個木蘭之外，都到風采，有乜嘅人哋種出會本蟲嘅色嘛？種一個木蘭嘅，我是蟲嘅會是一個冇。可能小說研究啊，從來怕唔掂一個東西樣色，係啊，種咁多年嗬。發現嗰啲小蟲去，有時間入蟲間一些嘅，嗰個小土蟲、小1兩皮嘅都唔係小嘅，花土蟲啊嚇，你講嘅。其實係啲田行係種嘅田係完全冇用農藥，馬上農咱們生嘅咱們好，要用皮料啦，要用皮料，
啊皮料都要古叶的，古的伊生产出来的也跟染料的安尼的量啊，那么大。所以爱田方啊，咱们都怪啦，嘛个虫的伊支撑伊的生态哦。伊不会嘛个虫怪啊的，伊的生态咱们环境保护哦，对咱们吃样的地方。哦，嗰种种药嘅其实对环境冇乜嘅破坏都错嘅。错。哦，安尼唔会差呢？杨大哥，安尼种药嘅染料嘅原料开始嘛，都可以熟成，种下去都熟成，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啦。市场也熟100，市场也熟100，熟100，按个最冇差不多2年都会站起，要重新种过。其实我见种哦，都1年都站起嚟啦。所以熟200都，下摆估计是熟到300。安尼能像这个种吗？还是有像？我见这个种以外，我有客作。客作都像交分一农民哈。可以种，因为我这个做目前我工房用的还唔大白。所以我冇按到时间。来讲按睇法的田啊哈，所以我有跟农民抢客作。染料你都种一桶一桶安尼吗？错，还能做起来都一桶一桶，做起来一桶一桶保存。当方嘅种一些米酒俾隔空气吼，唔会，因为天然的咩，天然的伊讲人讲的会上旧时模啊，见还能见保存一方面，还唔会差啦，做到唔会差。唔过，怎么叫加米酒？叫食酒吗？一个米酒最主要都以。人讲米酒做的杀菌啦，后摆人用这种加米酒，加酒糟啊，加米酒啊，比如人讲发酵，发酵发出来的发色发都好，染出来布的色身都正。所以讲也头摆，人讲还会摆什么呢？嗰种也係本期過好一些，能染出來能有紅好看的色都錯嘅啦。觀眾朋友。原來美濃嘅染料工藝係安尼來嘅呢。楊大哥今日也冇簡單，以前資料來復興一個傳統嘅工藝。休息一下，更多嘅故事，我哋馬上過來喲。上一段我哋聽嘅楊大哥來分享美濃染料工藝嘅故事，佢也嘅歷史。更加呢，我哋繼續來請教楊大哥，點樣用嚟做衫褲吧？楊大哥，肯同大家來介紹一下點樣可以用嚟做一個衫褲好冇？係你頭擺嘅祖先啊，都想做藍衫。藍衫呢，幾塊布嘅染藍色都做得，等嚟後置嚟做衫褲。見啲時代冇相同，我哋係你見衫褲頭擺人這種藍衫，後生人唔會做啊。搶一塊布藍色，冇乜嘅安尼嘅藝術加出啦。所以講見啲人係能見對做嘅時節啦，都加上幾多嘅花樣。將係件傳統做嘅嘢嘅。係能這個設計一樣，因為其實一樣白色嘅 T 恤，T 恤，我見過係你安尼設計。cái liòn này nhâm過以後都變一個圖案都出來。按你嘅染色嘅技術有乜嘅冇共用嘅嗎？染不相同係你染，不過以一個圖形嘅圖騰技術擔很多種。比如講用liòn呢，按個係用棒呢，按個用蠟，蠟，你講用按你嘅嗰個係有按你嘅。用線板嘅，線板，嗰個係有人講嘅夾起嚟，用夾嘅咧，用塊嘅啦，用嘅竹板，用人講嘅基本嘅幾種管嘅夾出嚟，嗰度花線。反正可以做得夾到你。三萬多種技術，按一種東西呢，頭擺係你啲客家祖先，客家人。工種做事都冇按到時間呢，所以冇發展出一個工藝出來。都係你見啲時代啊，係你冇解釋一條安尼出去呢，係好生人，你講下一代人，而冇辦法欣賞，而冇辦法接受，而都唔可以將一個東西都傳下去。好生人唔可以東西，係你都冇辦法繼續傳下去啊，所以係你見到做嘅東西都會一步一步出。
要跟传统的元素保留下来，安过会容易还能新时代的东西，安海台人会介意哦，比如讲。而家伊遐种东西，像今年人像去做 T 恤嗰度啊，人家再讲啊做传统的嗰种南衫，也后生人来做咯。啊，平常时都做唔到啊，都唔会做啊。所以讲，遐种东西，还能要推广的时阵，还能都有想，可以跟东西啦，做嗰度还能见生活方用的多的，方便用的，人看到有艺术的价值，安尼还能客家祖先的念文化呢，能做得保存下去。哦，不过用那个条东有讲到嘅念嘅技术嘛，用绑得嚟，用连得嚟，用夹得嚟，用蜡嘅，啊，一种技术係唔能去學嘅，也係以前老祖先就有留下來嘅呢。即係能數第一文獻地位吼，老祖先留下來，係能講係客家祖先其實，跟包括係能台灣嘅好多年祖先。其實一條東西改少，係能對一條技術傳過對我嘅傳過來嗰度。哦，你用現代嘅技術，尤其日本一條技術保留啊改多。當然日本嘅技術呢，你差唔多唐朝嘅時節對中國傳過去嘅。哦，所以講也唔算係能老祖先留下來嘅技術啦。不過係能一個失傳又夠久嘅。失傳800年咧，啊，更加唔要前多咗嚟做入嘅。除了做衫褲啊，看到帶來也有青島嘅木匠嘅產品，可以可能介紹一下冇？哦，啊，你從一個唔見一個做面紙嚇，面紙係能講地方做啲面紙盒，啊，一面紙盒呢，也係能客家南衫。哦，一個南衫嘅線咧，係能用一個係客家南衫嘅。意向呢，佢做一個面紙盒，隨時都都放到卡，會看得到。包括係能醃一個鮮菜，一個鮮菜呢醃嘅，做得叫螃蟹叫嗰種口筋包，一種包嘅地方嘛想用南醃嘅布嘅，所以講一條東西呢，係能經過係能咧生活方想到一個東西做得做，布嘅也好，鮮也好，而做得。都做嗰多種係能生活中嘅材料啊，像包括係一個筆嘅，唔可能一個筆電嘅部分，筆電做起來。一個布嘅也係平常時嘅布嘅嘛，麻布也係。相同係能一個染料嗬，係能一個天然嘅染料，一定要用天然嘅纖維，包括棉也好，麻也好，也毛用毛，用毛，都從一個毛線。蠶絲一種，唔係用化學嘅像尼龍啊、玻璃嘅啊種幾種染起來。所以講係能一種傳統嘅染料呢，有乜嘅好處啊？而刺染嘛，而無毒啊，而唔會傷害環境。像化學染開始出來而按燒，唔講原染嘅一種化學嘅會產生甲苯啊、甲醛一度，所以原染本人會帶樹立嘅，會帶防毒面具。我冇會。中毒上身咯，安尼定係能做風來，會中毒。當然，所以講係你一傳統嘅，佢唔講以天然嘅東西，以皮膚安太面積都會做落嚟。按明年安尼做，唔會過敏咯。唔係一般有啲人做到嗰種化學布嘅啊，做乜嘅嗰種嘅化學染嘅嗰種，唔單止有啲會褪色，有啲有熒光劑，有啲有甲醛、甲苯一度化學嘅東西，對身體會產生過敏。真實咧，用太講嘅，有一個現代嘅衫褲有冇？安尼做下去啊，馬上皮膚都會清肉。錯，係啊，一種男人嘅絕對唔會。唔會。唔會，但而排汗而係一種草木嘅香味哦。有草木香味，所以講流汗啊，呢種汗味啊，完全唔會。頭擺人用一種男人啊，而講要防蟲，冇呢啊。而譬如有個味個唔好又會走。所以人去散汗係呢。係你啲祖先都càng散càng甜嘅，係啊，可能按到冇呢蟲呢一度，如果唔驚一種東西，原來係有一個效果喎。錯。哦，唔講一種刺染嘅染料嗬，佢啊會唔會輕容易嘅褪色啊？褪色唔會呢，特別係你祖先而個色，人講嘅色牢度啦，其實南染嘅色牢度非常好，所以係你祖先人會想過用一種東西嚟染嘛。有啲會
色老肚唔会，也一定有吃过嘛，像人讲凤梨哈，凤梨係咪吃飲過啊？飲咗出來大滿漿哦，風啊，結果4兩擺都變白白嘅，呢種都冇好，所以講係你之前會今日嘅南飲做當做係你唔係講啊，如果好難食，都因為一種出味飲出嚟嘅東西，寫50遍、100遍、1000遍，也食成係安好，都大滿定，所以讓我留下來，也都係你老祖先。流傳幾係人的智慧啊！真是老祖先的智慧冇簡單呢。楊太哥，安尼唔會推卸，唔過安尼平常時喺保存喺食嘅時節，有冇嘅要注意嘅冇？有關於一種辛苦啦，又係有一種部位，南洋嘅部位。所常用做係人見安尼洗衫褲安尼洗法，唔只冇用漂白劑啦嚇。唔好講漂白劑，漂白劑化學嘅鹽相同，而相同嘛會推啊嚇。也意思同樣，其實。特別係能化學飲料มั่出來以前啊，係能都用一種嘅食材嚟做飲，其實也等級應該相同，同樣嘅啦。其實講，因為做乜過後用化學飲料都因為便宜俗嘛，叫唔會面到講啊，一個東西會傷害人哋環境，會傷害人哋身體，叫他人都講便宜都好啊，俗啊，傷害到環境叫佢。那有幾種嘅意思咯，係你唔講100多年前，佢哋祖先咧有講啊，上海環境有種冇幾種嘅環境保護嘅意思。符合人哋一下環保嘅意思，環保嘅精神。係你咧土地可以繼續永續經營下去，都可以用一種環保嘅意思啊。尤其係你我以前對學講搞生意咧，都會望遠啊，將來有一日喺留下來耕種嘅人。而喺地下一塊土地啊，係你永久喺本子子孫孫傳下去嘅，唔好見講啊，上海度係你一代人，計相互喺度，下一代人來受苦，都係你想法。楊太哥，除了頭先我介紹嘅幾條產品之外，還有其他嘅東西嗎？係能工坊生產大蠻多東西。係啊，我看到帶過來嘅，真有新鮮吼，係個一個山，一種因為係能見成塊項東西。係能不會飲出來以後啊，我做出幾多，開發出幾多冇相同嘅產品，因為本人第一個原來係一個南飲咧做咁多東西，啲圖形咧係用磅嘅，用磅的，磅一個係磅嘅按腰嘅哦，錯，有種布嘅可以80幾面咧，最薄嘅布嘅哦，希望唔鐵盤嘅布嘅做會夾唔起來，會盤，一個係80幾面。最幼嘅、最薄嘅布嘅，計磅出嚟，飲出嚟以後咧，咱嚟做版型，咱計嘅山骨，當然山骨唔係係人做嘅，最終係人面用嘅渣用嘅，紙紮係人嘛有做過，唔過紙紮成本個高啦，變布紮，嗰個嘅布嘅，所以我見開發一道產品咧，係能幾片咧，人講嘅虎牙物解向頭顱，影片上都有一個技術咧，利用暗布頭也加熱加推廣做嘅嘢嘛，加一份樹葉啦。用那個安尼全部有嘅產品係唔自家想出來嘅嘛？大部分都係想出來啦。當然係工坊地邊嘛有欣賞啊，也有設計，也會有新嘅想法，講有作用嘅咧。比如講係咧門店嘅啦，而家版型，而家係咧。現創意樣做，包括外界一兩三五塊，其實係佢哋唔係出佢啲圖騰嘅意思，一啲如意系列，也有系列，都人講絲如意咩？原來有4年嘅啦，係能設計一啲產品，後背都有啲故事。面咧都有啲故事。有啲故事，一兩三沒有做過複雜嘅，我哋佢做出來算一個算幾簡單嘅一兩三，其實係能。係做出來嘛，幾特殊嘅，每兩三做出來嘅產品都有佢嘅故事。都有佢嘅背後嘅意義喺度。觀眾朋友，唔看，有啲南洋工藝開始冇簡單咯，對開始種木蘭，然後到產品、米烘都冇簡單。休息一下，等下見到精彩故事，我哋馬上過來。
前面我们了解讲人人工艺有乜嘅历史，有乜嘅故事，还有乜嘅技术。今家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杨大哥，底部还有乜嘅精彩故事咯。杨大哥，头头有讲到嘅图形嘅事事如意嘛？一道图形係唔自家翕畫嘅嘛？今下的工坊啊，有2个欣赏对啊设计。我本身啊，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都学艺术的。哦，学艺术的。我都学嘢方面呢，我以前美劳教育嘅呀。所以讲呢方面，我咪自家有设计，我想一个产品怎样做，自家先规划。我見都用電腦嗬，用電腦像以前我只刻一啲hình板都染出嚟有呀，差唔多1禮拜嘅時間。哦，1禮拜。係我看安尼唔係投入啊，染一塊布染好來，再嚟做一種包裝，看下幾種形狀，1禮拜。所以我過後啊，我要退休過後呢，我都學嘅 Illustrator 嗬，要學一種東西嚟製圖。第二畫好嘅圖呢，我都經過電腦設計過後啊，都做上嚟一包裝嗬。一個圖形呢，佢設計好嘅，直接印上去。哦，安尼都減時間，一個差唔多2點鐘，比起以前可以幾禮拜嘅，所以省下幾多時間。也都係見目前嘅工作啦。不過傳統嘅東西可能都要保守下來，或者再加上可能創新嘅部分。二來呢，像我哋見啊，推廣教育，因為嗰多年唔知啊一個東西好，所以係你啦，見啊拍嗰度即個拍片嘅哦。啊，即個拍片嘅。拍片嘅，包括係你地方喺欣賞，因為留學，留學美國，所以講也英語非常嘅好，所以如果咧係你做得用全英語啊，嚟講一個片嘅，嚟做教學嚟推廣，所以主要。我本外國人第一講，係你台灣有一個南音，對美濃一個南音啊，本世界看得到，我行業一個國際化。因為你講啊，每一好一種東西呢，其實係你講啊，小眾市場啦，唔係講太重，唔係講啊，像人做啲sản物啊，每個人做得係你，我隔意一種東西，我有一個限，有一個時間，也我有一個經濟能力，而等我做。常常看台灣一個市場其實佢細，所以係你見啊，佢推廣，包括唔看像見新加坡也好，包括香港，馬來西亞，甚至日本也都也都我記得買入來都係你工坊嚟體驗，嚟緊嚟學習。見再解啲言語啊，將來歐洲也好，美國也好，佢哋我記得人啊。嘛會跟人聯絡。用那個唔得都要講普遍嘅嘛，人普遍嘅係比方我哋名錄當好做宣傳嘛。錯，係人普個係人自家嘅粉絲專業有標，係人對 YouTube 嘛有標有教學影片啊。其實一個影片呢，嗰係教學嘅影片。教學嘅影片啊。係人拍一個片啊，已經拍咗10多集嘅。係人預算啊，佢每一種嘅南音嘅技術啊，佢翕起來，拍起來呢。教本大家人都知嗬，因為一個知識啊，我經過分享，又唔係可能通門嘅東西，大家人一知啊一個好處啊，要學習要辦法自家做，而等會欣賞一個東西，等會好，所以可能打算拍個100-200集喎，可能呢當然冇呀按專業嘅東西，可能自家用2機、4機嘅翕嘅，做簡單主要地部教學嘅內容我要清楚啦，所以講喺粉絲專業也好啊，也喺 YouTube，嘛越來越多人嚟訂閱喺頻道，一個部分都將來係想講全世界看得到係美濃南音一個美濃南音一種獎啊，本全世界都看得到，也係你夢想啦，係你目標。老師你很厲害，老師你頭先有講到推廣到國際化嘛，錯冇？有外國人同賣一個南洋嘅產品，今年賣過去，今年有講乜嘅嘛？今年有親口又一直來。最印象最深嘅係一個日本人嘅安尼嘅你講嘅背包客，伊來到嘅叫個日本話嗬，有語又冇。係日本話要冇，用係秘書話講。結果伊係呢跟係啲東西嗬，而家買送俾人法國的女朋友。嗰個法國的女朋友，伊送俾伊過後，又係傳
伊做起来丈夫啊，味起来味琴我来看，香啊为是啊，感情升温哦。因为研发嘅欧洲纪片哦，也方面又比人个做实合，所以研接到一个东西，已经对明龙看到一个样片，欧洲人做染布嘅几乎係用化學染，亦帶能樹立嘅，一盲弄防毒面具哦，佢脱。硬係有一年人講啊，第一一個藍染一種東西係按天然、按環保，又唔會傷身體嘅。自然嘅東西。自然嘅東西對環境按保護啊，將來一個東西啊，而會推廣啊全世界去。對於對人嚟講，應該好。用來講將嘅傳統嘅工藝，對以前使用嘅部分提升到更加人嚟講嘅文創嘅部分，錯冇？錯。哦，真是冇簡單。你自己對一個設計啦去研究，本身雖然說你有個美術嘅個底子，你會不會去學個電腦嘅軟體，係咪真困難嘅部分？係開始嘛，買個東西啊，萬事你講萬事起頭難哦。其實像我係種木南樣嘅。10多年來嘛，人講咧，安尼經過嗰度嘅失敗，係學一個天然嘅部分啊，嘛相同啊。唔過學到一啲東西咧，有一啲成就感啊。所以我都從一個成功嘅經驗地位得到成就，所以之前嘅苦啊，唔會感覺佢苦嘅。哦，原來因為要學嘅天然嘅畫圖。要學嘅普遍嘅，更加係我學物嘅嘛。將來啊，人講識得路啊，學下路咩？安尼路啊，咱唔會退化。係見，其實係做一個男人嘛，一步一步天公也安排用嘅，係也冇計劃嘅。行下都有嘅，當然將來希望啊，有一日係一個男人文化推出去呢，本世界各地都知啊，係台灣有啲客家。南洋嘅文化，加係老祖先傳統嘅東西，唔單止保留下來，還可以發揚光大。一天咧啊，人哋老祖先留本人哋安好嘅東西，一定可以發揚光大。唔過用大個，頭都有講到講睇國小嘅時間，唔能做嘅推廣。我想去了解一下，講唔能睇國小係用嘅嚟做一個推廣啊。當時係人都開始想從細年嘅。從細年環保意識從韓式搞起嘛，所以也都聽人欣賞啦。從中開始下落去呢，一直到大南出來，嗰個染布嘅部分都有我太太對搞，所以幾條路嘅一個生產嘅幾條路嘅細年全部有學到。等到嘢5年生、6年生個睇，係能有帶出去哦，包括係能有乜嘅。有乜嘅展覽啦，有啲百貨公司，人都做啲說明，因為人親自做過嘛，做過嘅人都告訴跟來賓說明講，人用嘅做嘅，全部人都有辦法，包括技法，當然技法冇將人睇人第一按到，唔過基本嘅技法5、6種人種外，所以一條細年嘅見嘛，嘅種高種嘅哦，所以講係人都對人心方啊。種下一粒種子啊，一個種子，要對一塊土地努力過，將來以睇嘅有一日啦，如果非常多，一個生我育我嘅地方咧，如果有一個感情啊，會對一個土地有感情，將來而家有可能，就像咁樣嘅，等到係最後嘅10個年係做馬上去歸到民農來服務，比自家家鄉服務，都因為韓式。對一塊土地啊，有一啲感情，那會歸來。啱啲嘅，就像楊太講頭都有講嘅一個故事部分。對於今年來講，應該都算更加人講嘅實農教育嘅一部分啦。用嘅來嘅，今年做嘅sản婦，對於開始種下去，都會唔會這個做產婦，一路今年全部都有參與到，故所今年了解講，有個過程係蠻嘅。你今年除了新人嘅之外，有太年咧，人有推廣，有培育做這種種子教師嘅嘛？有，係你今嘛開嘅種子教師班，一到種子教師班咧，其實見有先生，有幾下則先生，以前聽我太太聽我4年所以現場會嘛出事嘅，也好彩嘢哦，去年10月我太太。急性過身啊！本身嗰多年看哦，一個男人嘛，可能多次為之，因為染布嘅一條推廣一條都係你太太都去做咩，我就將
种木兰都做染料，好彩也着欣赏，伊交出来也着欣赏挺的，所以喺工坊啊，继续运作都紧，嘛陆续安尼继续经营下去嘛越来越发展，嘛唔会讲完全都断hết，也好彩也着欣赏，所以安尼师资培养的也部分嘛，安尼嘛见培养的3期的，也着欣赏呢，散布各地方，因为一种东西本身咧，越多人知，越多人晓得，咱有办法推广，以前嘛教人种有啲人佢此时伊种到的，伊都上去脱门，学到的东西，伊点的唔跟人讲。连种子又唔会本人，我讲家呢，创业中的人都冇办法搞到伊想要尝试所以过后我就开作，请几头农民，请几头各有想要分享知识本人的几种农民来做，越多人晓得，安尼一东西能推广的出去。用那个我学业嘅传统嘅工艺，我请人可以用得起嘛？是接做 FB 的粉丝专业，请美浓兰兰，洗澡师都请的都系咧粉丝专业，YouTube 呢，当然对请安尼咧台湾兰美浓兰兰，也请得到嘅样片。反正上面去都可以请得到人的资料，都可以同人报名就走嘅。错。观众朋友，今日听下杨大哥按精彩故事，人系唔系同我共用情感通呢？以前失传的个工艺，100年之前都冇去的，更加好彩有杨大哥今日按用心，才会复兴一个传统工艺。今日请多谢杨大哥来到一片分享按精彩故事。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观众。等一下呢，休息一下，我能听到老师共下来做运动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我係永權，今日教大家係下半身嘅一個運動哦，嚟消除我哋腹部嘅一個肉，還有大腿、太露背嘅一個本身材個好嘅一個運動哦，哈！嚟更加呢嚟躺起來同線上嚟同下做運動嘅哦。好，嚟嚟一樣嚟做一個暖身，好，吸氣。调息的时间来做一个蹲的动作，吸气，好，再来跪下，吸气，好，调息，好，慢慢的跪中间，两只手放喺你嘅腰位，好，来做一个好骨轮的动作。好，来做失败哦！1、2、3、4，加油哦！5、6、7、8、9。好，跪来，更加来弯片的哦。好，来弯脚，好一样，唔是得开哈，来竖过来，好，尽量好，可能先踢开路做下去，哈，我改唔爽快，好过来，好，拄好就好诶，好1、2、3、4。6、7、8、9、10，好，慢慢的，好，伸出，好，慢慢的下来，来朝蹲呢，好，来呼吸，来松弛搞的动作哦，哈。好，一样，两只手放喺两片，好，腳慢慢地壓上來，
好，变一只手，再换另外一只手。好，来停10秒钟哦。1、2、3、4、5、6、7、8、9、10。好，下来。好，都是好，大大脚不用松。好，也脚呢，我滚圆哈，加油哦，慢慢的来做练习。好，更加来教，来加好加交叉的哈，来数不用呢2片。压上来，脚压上来，好，脚伸直，好，做一个剪刀脚哦。1、2、3、4、5、6、7、8、9、10。好，下來，腳伸出來，彤彤啊！會唔會感覺呀？都是滾圓，腳嘛滾圓咯，嗬！哎，更加係消耗脂肪哦。好，彤彤啊！好，更加好，臀下腳，好，然後好，你2隻手，好，手中合十，好，來做一個側面。好，来训练你的侧腹部哦。好，再看一摆哦。好，第二个左片来侧倾，再鼓来。好，来再弯片，再鼓来。好，同样啊来做10摆。好，来1，归中间。2、3、4、5、6。加油，我做起來哦。7、8、9、10。好，慢慢的下來。好，同嘅都是馬係用大大腳彤彤啊。好，來雙擺，來呼吸也動作。好，好，吸氣冇痛，調氣一節一節下來。好，吸氣。調氣，慢慢地放來。好，拿來做4擺哦。吸氣，調氣，吸氣，調氣，放來。最尾擺，吸氣，調氣，慢慢地下來。吸氣，調氣，好，來臀嘅腳豎放來。第前面往下來，做一個延展，做停留，來伸展嘅後肩肌群哦。
放起来，来弯片的哦，人家来弯脚，好，另外一只脚竖放来，好，起起，好，跳起。放来，好，两只脚伸出，好，统统啊并松，好，好，来两只手把那个，好，脚踝，松弛高的哈，踢出去，好，控制好，莫摇摇晃晃哦，好，停好哦，可以人并数。1、2、3、4、5、6、7、8、9、10，好，慢慢的过来，来弯片的哦，好，弯脚，好，你脚踢出去，压放来。可以的话，你脚尽量伸出来哦，哈。好，控制好，莫安尼摇来摇去。好，轻动的重心。好，并数1、2、3、4、5、6、7、8、9、10。好，慢慢的下来。好，地面前面起起，跳起，好，来伸长的身体，好，来板轮的脚趾条，脚趾条，可以发向前来，尽量动动的脚趾条，好，来增加的柔软度哦。慢慢的放起来，好，再归来中间，好，今日的动作记得了吗？好，那明日来同先生来做运动哦，相信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苗条哦，哈，好好运动，俺们下次能来了。